大家好啊！呢一集咧就講一講關於降頭啦。全個互聯網裏邊，我認為做得最好嘅降頭訪問咧就係呢一班人。呢一班人咧就喺大學裏邊咧，應該係讀電影嘅。咁佢哋做咗一個非常非常詳盡嘅分析。咁大家一齊睇下。I 是喺巴利語入邊解作更加優越或者更加好嘅意思啦。所以黎晒撒當啦就解作一種更加優越、更好嘅知識。關於西西沙當年我以前睇過嘅資料，佢有時會解作沉睡之學，或者係屬於沉睡者嘅學問。呢個就同佛學即係覺醒者之學係相反嘅。受啊，又或者係婆羅門教入邊嘅啲婆神，有冇資料就話咪細沙沙當啦係源自阿倫婆吠陀經典，喺婆羅門教入邊。洗沙世道呢，其實係一門關於神秘嘅學問。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對呢啲學問好有興趣，亦都會選擇相信自己熟悉、有經驗或者親身接觸過嘅方式。無論你身處咗邊個地方，其實周不時都可以揾到關於西沙沙代奈嘅故事。至於具體嘅儀式同埋實踐方法，就會因應唔同嘅宗教、文化背景或者民間信仰而有所唔同。喺泰國社會入邊，信奉西沙達奈嘅人，由以前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呢種傳統，可以話係源遠流長。如果講到黑巫術，依家大部分人都會第一時間理起柬埔寨嘅埃西沙沙。大家都傳聞話呢種西西沙分外好勁，同埋比泰國同東南亞其他地方嘅西沙森達奈更加靈驗同神聖。專門研究柬埔寨西沙沙達奈嘅專家，通常會將用途分為三大類。第一類係用嚟治療嘅，稱為白巫術，因為對用家有益處，例如用咗醫病或者剷除厄運。而另一種西沙沙丹就係專門用嚟做防禦之用，例如身上嘅紋身符咒陣法，佢哋相信可以令到自己刀槍不入。而最後一類咧就係專門用嚟搞破壞，或者我哋可以稱之為一啲邪惡嘅黑巫術。呢種法術係用嚟令到其他人受盡痛苦，甚至乎係會冇人命。你到底邊一種西沙沙代先？由以前到而家，泰國人大多數最熟悉或者最常用嘅西沙森呢係邊一種呢？如果講到做埋西沙沙大家應該會諗起做愛情巫術，通常都係落降頭或者做愛情法術。應該係愛情藥水嗰啲噶啦，做愛情法術啦，應該都係做愛情降頭嗰啲噶啦，都係講做愛情法術，因為大部分人都係首先用嚟做愛情法術多啲。做愛情法術呢種都算係泰國人最信同最流行嘅西沙沙達奈其中一種。愛情法術有好多種形式，視乎用家嘅目的，但都係想令對方愛上自己，或者攞住自己，或者令對方產生慈悲同愛慕之心。可以用佢有邪力嘅法器，又或者做儀式。喂，做呢啲迷魂術咧，係咪屬於黑巫術同埋黑沙嗰種？即係話阿爸做傷心迷魂術，定係佢個仔嚟做，定係點？咁樣做就等於黑巫術。白沙嗰啲就唔會做，爭老公、爭老婆、西老婆、大婆，佢哋會喺邊度？即係話
邊個老公先提，如果想令其中一個變做細老婆去搶大婆個位，咁樣係唔啱。如果想令佢哋和好如初，我哋就做得。講到類型方面咧，魅力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。有啲人會用一啲叫做咔嚓咔嚓舞嘅。如果講得出名嘅話，就會講到馬原女呢個名。跟住落嚟咧，咬住唔放啊，同埋查拉雲呢個詞咧，其實查拉雲就係用咗形容一個人非常之咁花心。係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喺傳說入邊咧，查拉雲其實有冇特別，所以啲人就相信佢嘅魚牙齒唔單止可以用嚟增強魅力，仲可以用嚟防止中邪。因為查拉雲本身都係一個有法術刀槍不入嘅人，啲人可以傷害到佢。不過查拉雲就因為沉迷於情慾，最後先至失敗。咁所以查拉雲有啲自己嘅魅力，大家都覺得佢好吸引，但其實佢都係有啲禁忌。而馬原女咧，呢個就係指因為有個女人同馬發生嘅感情。根據傳說咧，個女人咧同馬發生嘅性關係咁樣嘅程度咧，即係話嗰種魅力真係要好強先得，先至可以同動物發生關係。呢個就係北方一種用嘅係佢腰度嘅魅力法器，目的係為咗同人建立關係，令對方愛上你、迷上你。仲有冇叫做油茶法，有好多種，仲有冇係植入物或者符咒。有啲人會喺個物件上寫符寫咒，視乎係邊一派，譬如柬埔寨派、北方派或者伊斯蘭派，每一種做法都唔同嘅。有冇做法係冇肚皮落咒，令人成為有魅力、令人中意、令人着迷嘅人？仲有落咗嚟條喺度，叫最高法院金礦，可以幫助講嘢做生意或者民間嘅之心。又有嘅係由師傅親自落手，或者叫招財，喺肚皮再落一個，仲有落象神，象徵成功嘅神明。最勁嗰啲咧，阿媽以前聽過最犀利嘅就係所謂嘅埋公仔嗰啲啦，即係話會特登用7個唔同墳場嘅泥土嚟搓成一個男人同埋一個女人嘅公仔，然後將佢哋配成一對，再用聖線慢慢纏住，之後揾個地方佢想要增強桃花運嗰個人屋企喺屋檐底下埋咗嘅。不過埋公仔呢樣嘢咧，如果真係遇到好勁嘅師傅，佢哋其實可以隨意移動嗰啲公仔，所以如果真係要揾到嗰啲公仔咁破解，其實都幾難嘅。呢種桃花法事可能仲會牽涉到召喚橫死鬼魂，去強行令對方留低同你一齊相愛。至於可以做到呢個層次嘅人呢，通常都要法力好高、修為好深，因為佢哋要不停咁移動嗰啲公仔嚟幫你做法。如果破解咗，咁法事呢仲會反彈翻去害翻做嗰個人。今日你有冇遇到嘅感情問題啊？或者老公老婆走咗，好想揾翻段愛情，想揾翻 Jackson， 想揾翻你嘅另一半翻嚟呢？等我幫你通通搞掂佢啦！繼承人自己都話，無論邊間工廠都一樣冇緊張嘅亂。最後咧叫做Chostarly 啦、加啲啦，呢班會佢做迷情法事嘅人啦，通常都有啲咩特質呢？佢哋本身個命格啦、性格或者習慣咧，都幾有自己主見。好似話有啲人就係好想贏嘅，好似正室想贏過小三，小三又想贏翻正室。仲有啲人就係好想擁有啲咩，例如喺陪酒女或者要靠做嘅嘢去揾錢揾金，想吸引財運入嚟。呢啲就係屬於嗰啲人。大家係仲有一樣嘢係特別值得留意嘅，就係呢班人通常都有邏輯性影響住。好似話喺佢哋做決定嘅時候，會完全冇乜分辨是非對錯，或者判斷正確與否嘅能力。做嘅扶酒變得好溫柔體貼，好似戀人咁，慈悲憐憫。呢啲都要識得分清楚先得，令到人呢出現另一種災難，例如扭腸、放釘、放皮呢啲，或者整公仔插針，令到人痛苦難受，搞到個心亂晒，甚至發咗。如果唔係發嘅，就係另一種情況。呢啲就係邪術，呢啲就係黑巫術，會令你屋企招災。本來好開心，但佢哋用傷口、斷骨、鬼魂嘅咒你，成日去寺廟又搞到你屋企出事，令你輸到清光，好似火燒禾咁㗎。當有人得到好處嘅時候，
就一定會有人失去利益。大家都相信，俾人落嚟降頭嘅人會出現咗唔正常嘅狀況，無論身體定心理都會有影響。如果要醫翻呢啲情況，就一定要用法術或者黑巫術去破解。所以就有咗一門專門解降頭嘅學問，就係佢誕生出嚟。仲有喺呢個城市入邊，甚至有啲唔同嘅電視節目咧，都會講到呢啲嘅。大部分冇揾我哋嘅人，通常係因為俾人落嚟降頭，好似細老婆落嚟降，擺相、寫名、落聲，搞到個老公唔返屋企，或者俾人落嚟迷魂術、鎖魂術，紮咗公仔放嘅就。要解決呢啲問題咧，就要用相片、老公老婆嘅名同姓，今日有咩事都會嚟揾我。坐低做法事幫佢哋解降，如果唔係正統方法，點解都解唔到？仲要用7手或者9手船底水俾佢飲先得，或者用精氣、公鹽或者魚骨碎，佢哋都會食。有時我幫人解降頭，人哋話我落迷魂術，其實我只係幫人解降。啲人分開佢又揾翻一齊，好多時係因為性格問題。點樣先可以徹底解決？其實有方法，但係要分析清楚，唔好亂落藥，一定要攞清楚先。但係有一點要留意，有啲人做完之後，只係將對方拉翻嚟，大家又再相愛。但係當大家感情好翻之後，好似有啲咩喺心理上綁住咗大家咁。然之後咧就覺得咁樣就夠啦，大家相愛翻就冇問題，好似只係為咗唔想分手而做啦。之後佢哋就會去解決呢啲情況就冇問題。但係有啲人做完之後唔去解決，反而變咗出軌，但好似將另一個人嘅靈魂困住喺自己身邊，呢啲絕對唔好，最後會反噬自己，效果會即刻見到。一旦愛上迷戀嘅嗰5個人咧，就會飄嚟飄去。咁如果我哋個心唔夠堅強，就會跟住佢走；如果我哋個心夠硬，話我唔去就唔去，堅持拒絕都冇問題。最緊要睇下自己個心夠唔夠硬，都係佢自己本身。我哋有冇能力去對抗？如果對抗到就唔使去，如果對抗唔到就要揾房間，即使係黑巫術，好似會對有關嘅人，無論直接定間接，都帶嚟廣泛影響。但係仲有冇懷疑嘅目光？其實就係因為有唔同嘅意見，而或者呢一點會唔會令到一般大眾對呢種學問嘅諗法，慢慢同以前相比，產生咗一啲唔同嘅變化咧？以我自己嚟講，我唔信呢啲嘢。我覺得做降頭或者迷信佢哋好似好盲目，重點擺錯嘅。其實如果你想人哋中意你咧，應該要翻嚟睇下自己，而唔係靠佢唔知咩證明唔到神神秘秘嘅嘢。我覺得呢啲係無謂嘅。其實咧好多時有人話咧，巫術咧其實咧屬於邪門歪道，啱啦。甚至乎有啲人仲會話占星學都係冇咩邪門嘢，話你學呢啲都係邪門歪道，話你讀咩世界邪術、咩碩士、博士根本就都係咁。有人會話佢哋就係學3樣佛法。咁而家只係暫時用嚟接收，呢啲都係短暫嘅，亦都唔會長久，唔會永久。咁衰落就自然會悶，好似阿爸咁，兩個人本來恩愛，但一悶就容易嘈交，嘈到住唔到落去，唯有分開各行各路。我覺得佛教其實唔係教人去迷信或者執着啲咩嘅，好似話人哋唔中意你，點解我哋要逼人哋中意自己呢？其實我哋應該學識放下，但係巫術嗰啲就好似教錯咗人哋。我哋可以令一個本身唔中意我哋嘅人翻嚟中意我哋，好似做降頭咁，令到人哋相愛，我有咩錯啊？我只係想人哋相愛啫，我就講咁多啦。愛情本身已經好難啦，我哋自己真係咁好咩？扮到好似乜嘢？你覺得可愛嘅？如果我哋自己品德齊全嘅話，講嘅得體，唔溝嘅，唔做貪心嘅人，唔講大話，唔應該講嘅虛假同埋唔真實嘢，呢啲就係守五德。想人哋愛你，首先要愛自己，
令自己變得更好。當你自己變好嘅，其他人見到你，自然都會鍾意。唔好執着佢哋，係佛陀佢教過你嘅，要學清楚究竟教佢啲咩，要先了解清楚佛陀教啲乜咩，唔俾做啲咩，應該執着啲咩，唔應該執着啲咩，咁樣先得。一定要有信心，佛法係好嘅。巫術、黑魔法同埋落降頭呢啲嘢依然係大家會講嘅話，同埋都證明唔到係真。當然啦，唔同嘅信仰帶嚟喺社會上思想多元化，所以話就喺你自己喺呢個充滿唔同信仰嘅社會入邊，想點樣睇自己嘅生活方向，就係因為有呢啲信仰。